到台语吼，阮兜是我上袂晓讲台语的呢，但是我想要证明我真正会晓讲台语。自细汉读幼稚园的时阵，老师拢有教讲要安怎讲台语。我还记得佫一首歌。花经过来食茶，茶烧烧食金粥，金粥硬硬食硬硬，硬硬爱配卡，我来食芭乐，芭乐转转起，害我食一个辣喙齿。啊，芭乐会配，嘛顺煞卡伫咧喙齿内底。你会知这叫啥无？啥？卡配芭乐，卡配芭乐是啥物？你会知无？什么？卡比巴拉。一种动物。卡皮巴水拉。巴啦。啊，我今摆要来模仿卡皮巴拉啦。哦，卡皮巴拉。来哦！感谢大家。好，多多加油！谢谢谢。